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2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出埃及记34章第1节到第9节，27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看重。许多人总是喜欢批评旧约所记载的上帝，他们说旧约的上帝是残忍的上帝，动不动呢就惩罚人就毁灭人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记载背景不够了解，没有全面的了解，甚至断章取义、片面的了解。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是为了寻找世上的人，不是为了要找义人。上帝对于那一个杀死弟弟的该隐是那么的仁慈，还保证他不会被人欺负侵害。上帝原本要惩罚那一些在西乃山下造金牛拜巴力的以色列人，但是因为摩西的求情后，上帝就再度的赐给他们恩典，再度的将诫命颁布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再遵行。出埃及记34章第1节到第9节，27节到28节，记载了复刻版的世界的过程。上主对摩西说，你要找取2块石板，像从前那2块，我要把你摔碎的那2块石板上的话重新写在这2块石板上。明天早上你要准备好上西奈山，在山顶上见我，任何人都不准跟你上来，整座山不可有人，也不可有牛羊在山下吃草。于是摩西找取2块石板，第2天一早，他照上主的吩咐把石板拿上去。上主在云中降临，与摩西站在那里，宣告他自己的圣名。于是上主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说，我是上主，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我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我坚守应许直到千万代，并赦免罪恶过犯，但是我一定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直到3、4代。摩西连忙俯伏在地上敬拜，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与我同行，这人民万列，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过犯，接纳我们做你的子民。27节，上主对摩西说，把这些话写下来，因为我要以这些话为根据，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上主那里停留了40昼夜，不吃不喝。他把这约的话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耶稣基督教导人不可看轻人，并且提到他们的天使常常在天上天父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是需要被特别看顾的人。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到14节，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子的提到，你们要小心，不可看轻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告诉你们，在天上，他们的天使常常侍立在我天父的面前。因为人子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你们试想，假如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1只迷失了，
难道他不会留下那99只羊在山野间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我告诉你们，他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一定非常的高兴，比他有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高兴多了。同样的，你们的天父不愿意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迷失。上帝甚爱世人，不愿让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那一些人认为微不足道的人能迷失。上帝赐下救恩给他们。诗篇32篇，罪恶蒙赦免，过犯被宽恕的人，他是多么有福啊！心里没有诡诈，不被上主定罪的人，他是多么有福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哭泣，身心疲乏。上主啊，你的日夜惩罚我，我精疲力竭，像水汽在圣所当中蒸发。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因此，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时向你祈求。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淹没。你就是我藏匿的地方，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因为你护卫我。上主说，我要指示你该走的路，我要教导你，适时的规劝你，不要像罗马那么的无知，必须用绝环计头来管束才驯服。作恶的人一定要遭受许多的痛苦，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义人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所有正直的人你们都要欢呼。恳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去关心那需要帮助的人，学习上帝的公义，懂得去爱人，然后成为使人蒙福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